今仔日，有古董师就甲我来，然后伊就讲，你是毋是有去讲足济阮两个人吼，离职这两个是去旧顶市遐，因为旧顶市就是离开即摆公司去另外一个公司做顶师，当然就会去甲较有，就是较有能力，而且佫熟悉即个同事下骹手人，就甲因捡的捡甲因新的公司，就是学旧公司的下骹手人去新的公司食头路。其实有影，我是嘛袂讲去保守即个秘密因为我可能第一心内嘛有淡薄仔食醋，就讲拢无找我看我无安怎毋过嘛袂讲挑工讲逐个拢知，毋过嘛袂讲袂当讲会害着人就嘛无安尼，就是加减会家己当做讲话题就无去隐瞒。毋过我想讲，这代志应该济人拢知影的所有较有能力，而且旧顶时有熟悉的人，拢有找去因新的公司去面会去试看觅去考试入职要就任前的见人见员工的考试安尼。毋过就变做讲，嘛是会捡即个较好进前诚好的即个同事就坐我隔壁的嘛替因问。我就紧解释讲毋是我一个人知影尔而且我拢无讲啦拢甲较知己的讲即个进前坐我隔壁即个旧同事就讲迄个不要紧，迄个知己我嘛知影讲伊袂去甲顶头的斗我就佫讲佫有某物人伊佫有替人找去去面试就是去考试面对面的考试，员工的考试安尼。伊佫记抓伊跋去，有可能伊跋去，伊有可能就无啥物义务讲甲人保守秘密，有可能伊会讲出去，而且伊即马甲即个副总的定会接触会记者安尼讲的。我想讲即个旧同事嘛是替即个顶司顶司甲伊问伊就去探听一寡消息那我即马就是较成长较成熟，就是有一寡代志就是无差啦若讲第一进前就会心肝头会有感想会艰苦，想要互人重视，想要互人安怎即马就较无就知影讲家己第一创啥，知影讲家己的信心家己熬的所在伫倒位，就无需要讲别人去肯定别人有甲我肯定也是无较袂安尼。就亲像讲今仔日去上台文课我的作业嘛有去先生讲你这是改写，你毋是翻做台文我就是罔听罔参考我来上课嘛是想要听一寡台语词一寡先生讲的台语当然是上
上好上有台语味的，就罔听。而且上课加上2、3摆嘛2摆就差不多啊。就是顶摆上过差不多的内容，即摆搁上课，搁上一摆，真正较有印象。我想讲嘛真好呢，就是讲我愈来愈知影家己想要爱的是啥物。若拄有人讲，你这是改写，毋是翻译就听听的就好啊。我知影讲，我为安怎会安尼写，我的理由伫倒位，而且十喙九尻川，就是别人3、4讲我4、6听，就是拢会当做参考，毋过无啥物权威，就是讲讲啥我就有一种信用，即摆就较想会开。亲像讲，我嘛有去河洛话的即个群组，因观念当然就毋是甲台湾当做主体，因是甲汉文化甲有关甲足极端的地位有关即个汉民族伊有一个想象汉文化。汉文化汉人文化伊想象讲，即个古早时代汉人拢使用台语伫讲，咱雄哪会煞甲台语变做是传承汉文化？这足要紧的物件。毋过我嘛无要紧就是讲因若无甲我摆脱，无摆脱我即个人互我感觉讲是轻松就是拢会适应逐一个群组逐个群组拢有去适应。即摆嘛知影8月2因的群组因心肝头伫想啥，有可能。就若亲像讲我有想起以早的代志，就是我会伤过头热心。毋过对方若是较敏感、较保守，就是讲较无信任外面的世界，就会对我讲用我的方式要紧的，就是我可能。用我的方式有亲像讲，进前有定去一个注册伊的写小说甲伊留话有互伊足侪推荐毋过就是留话，就是挑工去留较趣味的留一寡。我感觉讲，若讲。拢去学了即个主角安怎，安尼就无啥物争论，就无精彩。我用我的方式，毋过有的人真正无法度接受，伊认为讲，嘛有可能讲较敏感、较自我保护的人会安尼。像讲。伫底卡进前，我会写一寡日记有可能就有人会讲有可能伊嘛有看我的文章只不过毋过伊就有去建议讲你这放即个版放即个轻版介先无啥套动你无写一寡讲查某甲查某恋爱爱情的故事，嘛无写查甫甲查甫爱情的故事。安尼你介先探讨家己个人的人生的想法尔就有可能伊嘛是
要用伊的方式，毋过伊嘛是甲我支持。我若伤敏感，就是会抓狂，就变会起屁面。我想想诶，我家己嘛有即种状况呢，就是对外口诶世界、外面诶世界较无安全感。若讲我有安全感了后，就毋免去黑白想亲像讲即个家教，台语家教即个神圣，最近就看起来较无用安尼这调时间佫讲无啥清楚。毋过我若有安全感我就想讲，这嘛无啥，就讲若有缘分就会当继续上课若讲时间相悖拄好，图下相悖拄好，安尼就家己讨一寡工艺安尼嘛无啥，一切拢是做自然，因为学台语是行久长爱行总远的膝头真正毋免伤过头，着去讲爱安怎，定着爱安怎爱甲即种形式甲伊放下毋免去争讲我台语讲甲比伊佫较好我的表现佫较佫较佫较有心哪会别人颠倒是看重较比我佫较含慢的人这拢是无放下，互家己会受别人的影响。想想的别人安怎想，上好就是无法度甲我影响安尼毋是介好，安尼真正会较自在。人生上难得的当然就是自在这项代而且就是今仔日就是像讲，我会去关怀电台去抢这100个人有时阵伊会讲会使问问题讲一寡话我就学袂讲嘛真好迄个感觉就是互我感觉讲即个气氛甲我会合有时阵若参加读册会我就较无讲话，有可能即个气氛互我想讲这介严肃我若讲重大可能会造成别人就是有时阵会当看即个气氛，就是拢是互家己自在就好，毋免去想讲百变定着爱安怎做，就亲像讲先生有时阵会讲我即个作业有一寡欠点伊有甲我指导我就是有听一寡无共款的讲法毋免去甲伊当做讲这是一种我需要这种讲好话学老的这种需求毋免安尼，就是罔学罔听我去学老即个赖群组气氛嘛袂歹袂讲你是谁你安怎来的若伫8月2的即个群组有可能伊就无凊彩互外口的人入来伊可能较谨慎嘛，较细腻，惊讲有人来乱毋过学老话即个群组若以后有讲缴钱的课程其实嘛会当上因的观念当然就是完全排斥即个罗马拼音造成讲因一群人无人会晓罗马拼音，拄着罗马拼音拢一粒
头两粒大我可能是内底罗马片上解有听到的一个人毋过因为我想要学的物件因做一个因有一届去甲因就是学生互相去分享拢有讲即个菜安怎讲因做的PowerPoint实在是足侪张而且相片拢足清楚毋知因的教材是安怎传的我嘛无可能嘛，毋是讲内底上主要的即个人物是无法度讨着讲即个PowerPoint。毋过这著是缘分啊！我若讲会当学着讲即个果子台语安怎讲，即个菜色台语安怎讲，这是重点这是要紧莫阁甲即个莫阁为着讲想要一种互人肯定互人学乐需要别人互家己信心就变做讲即种物件，若讲伤济了后，颠倒讲你要单纯去学台语，认识搁较济台语词这就变做着摕分散即个力量就摕无遐集中而且就变做讲我若参加一寡即个团体毋免去想讲我想要做倒一组的人我想要第一内底有一个箍仔我想讲大家拢熟悉我这个人。其实拢毋免，一切拢足自然的有机会就加听当然嘛有足济讲较诚好，毋过我就无好法珍惜，无好法去听当然嘛，这嘛是爱检讨，毋过毋免去想讲这人对我印象无介好，我不爱听伊主持的即个 Clubhouse 的即个读册会，拢毋免去黑白想，这想就是变做讲会损失像讲我即摆若进前去做梦的所在，有时阵就想讲我甲内底的人有一寡共一个箍仔的感觉，有去接纳有会去追求这即摆就看真开就有豆仔地看开，就是讲若台语讲安尼普通安尼，就无需要讲爱甲内底人做熟爱安怎嘛毋免去求讲爱去做内底义工讲我嘛遐有才调，嘛真有心，怎会无找我去做即个斗相共的代志拢毋免，这拢是缘分，而且若人无来找我，就是甲我的性别合，若袂合就毋免勉强。若有一天嘛有别位需要斗相共，若是讲甲我会合像讲有一寡吹沙台语的阿母伊若讲甲我较会合会当试看觅有诶无就是毋免去讲足着急爱去奉献，爱去奉献啥物，拢无即个毋免安尼家己着学台语着也袂学甲真知着爱开始讲互大家熟悉爱有一个存在感觉这拢是无必要的就是做足单纯的学习的人
进前我著摕这8月2洗脑讲我著是爱去吹讲安怎听着别人讲拢用汉字我著会白爽嘛是摕洗脑去。即马著袂啦，就是讲我的要求就是上无就是讲台语莫安尼地讲华语安尼酷讲，安尼讲著变做无需要讲安尼加听加伫咧内底就是我著看互清楚我要爱的物件毋免去受着即种观念的影响，就是因拢是倒一派啦，因拢是汉人派、中国派安怎若是伫咧号络即派的人，因讲咱爱加讲台语，安尼著有一个共识有即个共识就是上基本。若讲有诶啥物台独安尼讲安尼真有理想毋过拢开始用华语伫讲当然这就是无符合我家己上基本的要求我就是想要加听加使用。若讲使用台语，就是即马拄好公司著菜鸟较济而且因来时阵著常听我伫咧讲台语，除了讲有一寡较有野心，想要去做顶司的人会甲我念几句而且嘛讲毋是菜鸟是带头的，当然著较袂讲毋敢讲除了安尼以外变做讲我若爱用台语来讲安尼著会使加讲呢加讲的好处伫倒位，就是需要运用若讲无啥物运用的机会，著即种需求著变甲足低袂当讲敢若有去学台语，毋过无去用台语要如何使用，著爱有心像讲拄好伫咧公司著掠着机会著甲菜鸟酷讲有诶就是看起来会加生气，会起屁面的著较讲不要紧著讲华语安尼，莫互因起屁面，安尼佫甲我伤着。就是我有开始知影讲安怎甲家己保护莫互家己讲做食去互人伤着而且嘛袂讲遐简单，著去着伤，著袂去学白想啦想讲若旧同事著离开公司，有可能即个感情著无可能像以早遐尔好，会当讲的话题嘛少会渐较散关系有会较散去，即嘛是做自然的代志都毋免讲去家想足济无好的想法就是尽量就是安尼安尼会当有时安尼来讲话趣味伊犹原是迄个听我讲一寡笑话，讲一寡安尼听会落去无遐严肃，安尼就有够毋免阁去想足济做一寡做家己会着伤别人嘛无的确会欢喜的代志因为我做代志做人定会做即种阁食力，而且阁会互人有机会对我无欢喜，对我扣分的代志我会去紧
紧类似一寡安尼奇怪代志来做。即马就无啦，就做自然的，就一切拢是自然，毋免讲物去求去勉强去求一寡代志。哪求其实想要爱的物件会离家己搁较远。即马就是一切拢是自然，而且会较长久。若讲囡仔学习台语学甲足艰苦坐挂，不时伫着伤，像讲有一个同事，伊就是会抗议，就是我甲别人讲，伊嘛抗议。虽讲伊台语嘛真好，毋过伊有奇怪的想法，伊可能无法度忍受讲别人用伊家己的方式去讲台语，有可能伊就感觉讲应该安尼做。你若毋是互我看会得过的做法，伊就会去排斥。有可能伊是安尼的人，排斥毋过这就变做知影有安尼的人，安尼就离较远咧，莫互家己有遇着安尼较会互家己受伤的即个对象。就是安尼就好啊，就是举一个例，我就去尽量去找较好斗阵的人。若讲较龟毛的人你安怎做？有可能伊拢有意见伊较龟毛，有可能伊就是对家己会当想象的做法搁有别人的反应是伊期待伊剧本的即种反应，伊较有法度接受。安尼我就毋免勉强，就知影讲台人有家己的性。我若讲要讲台语，就离因较远咧加就是顶头小少问一两句，就无需要讲去考验对方，考验因的耐性，考验啥物拢毋免，一切拢放互自然。甲因考验拄无好处，伊嘛无的确会去领受我的即种我做有心的人莫紧毋着对象来奉献这嘛是因为顶摆即个白话字即个团体，互我有即种较知影有即种经验伊嘛是有可能因想象的即个合作的对象是爱安怎的人像我即种可能就对因来讲就无安全感是较龟毛的人啦，较龟毛有可能就较会安尼白讲人好啥物拢会当，拢无啥物意见拢会欣赏，就无有可能伊就是讲这两种型的较会当你若毋是即种的，伊就会去犹豫讲这就会去排斥我就排斥我就无需要去考验对方，就离较远咧我嘛有若讲对因有欣赏，我嘛有其他学院的方式就是钱也无就是因都欠学生因若有开课我拄下上会拄好而且因的课可能放足侪感情若安尼的话有需要我嘛会当去上，就用即种方式安尼甲人学院，无需要讲搁去安怎讲家暴，有可能有的人就是不爱人安尼家暴，因为伊有龟毛的所在伊讲这是
斗相共变做颠倒害，吼。啊，既然都知影有诶人有即种性，毋免讲，毋免讲去囥伫心肝底，我着去做我爱做诶代志，毋免互人嫌，互人嫌毋是我爱做诶代志，这做袂快乐，而且嘛袂长久，有可能诚紧着，拢会去怨叹，我嘛熟悉一个，即个做巧学物件学甲足厉害诶，即个吹讲台语诶阿母，伊着会郁住讲，伊着遐有才调，毋过大家拢家摆脱，伊着想无讲是，着看我伤敖会惊，惊我甲因比拼，有可能，着会讲着会去黑白想嘛会无欢喜。毋过我着不爱行即种路线，讲我若讲会当讲去帮赞，啊无我着用因会当接受诶方式，捐钱这无人会去嫌，我阁无看过有人阁较龟毛诶人，看着钱嘛是袂龟毛，有人就是着讲因可能着无欣赏我咧家暴诶方式，安尼着不要紧，我着去找我爱做诶，为家己服务，莫讲为着甲一寡较龟毛诶人服务，家己阁着伤，安尼定定着伤，安尼嘛袂久长，而且嘛心肝头嘛有一寡怨愤，安尼拢无好，就是较白合安尼尔。我拢想互开，我即摆看到即个摆脱，我伫公司讲台语诶即个同事，我着袂有发怨愤着想讲这人就是无法度接受，不要紧，伊过伊诶，我做我诶，就是安尼。